陈总，你真是一个非常懂游戏规则的人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在进行的过程你遇到什么阻力，做不下去，我们欢迎你把这个案子带到我们这里来，我可以提供一笔可观的佣金。启东，我花了很多心血才做出这个项目，倒不全是为了佣金。我就喜欢你这种激情，就凭这点，我更看好这个项目。我也正是仰慕启东您在业界的威望，所以我个人是特别希望能够跟您合作的。而且呢，我与沈总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开始。我已经帮沈总的新公司招募了内部的人才，也是为了希望之后能够合作得更顺畅。你说的是李小俊吧？看来什么事情都在启东的掌握之中。那是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我面前提到这个名字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这位李小俊到底有什么特殊能力？他倒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能力，只是这个年轻人正直，很吃苦，能干。我认为对于一个财务人员来说，正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特质。而且他在我们骑士公司服务多年，把这样的一个人才安排给沈总，也是希望展现我们公司合作的诚意。好，看来沈总还是需要历练，不过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启东，那之后我是直接跟您汇报进度，还是跟沈总沟通协调？你们两位直接沟通，除非遇到什么重大问题，我可以出来帮忙协助解决。只要进展顺利，沈董全权代表我。明白了。那就期待你的资金早日到位，我们合作愉快了。非常期待。你把李小俊当棋子，就是为了勾住沈兰卓？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能够善用资源。既然我们公司有这样的资源，那就可以预期我们跟对方会有很好的合作。那这个李小俊也真是自甘堕落，居然自己愿意当别人的饵。李小俊是饵，沈兰卓何尝不是饵？这就像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要钓的是一条叫做齐志强的大鱼。现在他已经对这个项目表示兴趣，只要我们能够启动项目，我就有把握请君入瓮。吃，快点快点！哟，那么多6万，7万，2万，哎，糊了，就是2万。哎，取钱，没给钱呢！你有病啊你！是，我是有病。都这样了，我还想着给你生孩子，我病得不轻。你打呀打呀，打死我好了！我打死了就没人管你赌钱了，就没人给你还债了。哎，我困难的时候你帮我什么了你？我低三下四的跟人借钱，我还……你呸！钱是我弟弟还的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张实在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赌了？你还想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输下去吗？闭嘴！啊！你还想咒我输钱欠债啊？家都已经这样了，我现在肚子还怀着孩子，只要孩子生出来，这怎么养啊？我不想孩子一生出来就背上一个赌徒父亲的黑锅。让孩子背黑锅？哼！哎，我这脑袋上还戴着你给我戴的绿帽子呢。你给我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这孩子是我妈要的，我根本不想要。说什么儿女双全，说的生一个建设银行，再生一个招商银行，呸，全都是扯淡。孩子就是这辈子最大的债主。哎妈，你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啊，你别给我装可怜，我不吃这套，也别拿孩子说事儿。我不想看你，滚！滚！
喂，倩。什么？倩姐，我们过不下去了。上次的赌债刚刚还完，巨人叫人到家里来，再这样下去，这日子没法过。这个张实在也太不知悔改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倩，长痛不如短痛。你净说风凉话。什么叫做风凉话？我说的都是大实话。倩，这孩子绝对不能要啊！你怎么那么希望他走到这一步啊？哎，可可，你干嘛老冲着我呀？你知道倩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法和张实在离婚吗？都是因为大豆子。他如果再生一个孩子，他这辈子都别想离开这个破家。好了，你们别再为我吵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如果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不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，我不能给他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，我干嘛还要生他呢？喂，妈。什么？妈，大豆子怎么会不见了？哎呀，我刚把他领出来，准备给他买点好吃的，这一转眼儿就不见了。哎呀，倩，说要我有什么用啊？快别说了，赶紧到处找找吧，应该走不远的。跟你们说啊，这要遇到人贩子，你哭都哭不出来。你们来就没好事儿。哎，还说我们，你那儿子张实在怎么不来啊？倩，赶紧找找吧。你们知道去哪儿找吗？想想他平时喜欢去哪儿。是啊，他平时都爱去哪？喂，实在呀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把大豆子给弄丢了。什么？孩子丢了？哎，是不是孙倩把孩子藏起来，故意要挟我？是孙倩？不会吧？原来是在给我演戏。大豆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自己跑到这儿来了？大豆子，都怪妈妈不好，妈妈最近没时间陪你，对不起啊。大豆子啊，叫可可阿姨。叫啊，叫阿姨。倩倩，大豆子怎么好像不太爱说话呀？这孩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。是啊，大豆子最近不太爱说话，我怕是不是我跟张实在家，所以把他吓着了。大豆子从来就不乱跑，怎么今天突然就不见了？你又这么快就找到他，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妈，你怎么这么想？大豆子是我儿子，我为什么要把他故意弄丢呢？别装了，你是不是想把大豆子带走来要挟我们？妈，啊，你想打孩子的主意，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大豆子你别想带走，小豆子你也得给我安安全全的生下来，这是我们张家的后代，你没有权利自作主张。你和实在怎么闹，我不管你，动孩子你想都别想。真是替倩倩担心。他呀，就是太懦弱，所以一直被欺负。我当时就让他离婚，你呢一直拦着我，现在怎么办？可是人家这么多年的夫妻婆媳，就一点情分都没有吗？他们这种人讲什么情分啊？他们只认钱。
挣钱也要取之有道呀。咱也别说别人了，你呢？和你家李小军怎么样了？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哟，哼，你呢？你跟你男朋友怎么样？我们也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哎呀，他是干什么的呀？他做什么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将和他一起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哈哈哈哈。喏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是一些面膜，还有化妆品什么的，我专门买来送给你的。谢谢啊，金姐，你对我真好。依依，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家里的事情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欠你的钱一定会还给你的。这是我这个月的提成，你先拿着。哎呀，你跟我就别这么客气了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你从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这个你就别管了。你不会是问葡萄借的吧？喂，葡萄。哦。什么？我哥答应去你公司上班了。小俊，沈总早。早。小军哥，葡萄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军哥今天第一天来上班，我当然要来看看啦。走，小军哥，我陪你上班去。小俊去了新公司，那这样更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了呀！哎呦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没干嘛，我在学习呢。这有什么好学习的？我现在有一堆财务报表等着我去做呢。那你教我，我陪你一块儿做。我教你。葡萄，我是在工作，你能老老实实待着，别烦我吗？我没让你陪我呀，我来就是为了学习的。小俊哥，你就教教我嘛，你教教我吧。葡萄。你就教教我嘛，小俊哥。小俊，我刚做好了咖啡，你喝一点吧。不用了，我给小俊哥煮了奶茶。小俊哥，那这个。葡萄，你不是要去集团参加项目会议吗？那多无聊啊！我才不去呢，我就在这儿。葡萄，你爸要是知道李小军结婚了，还能让你们走得这么近吗？我跟小军哥又没什么，你是知道的。可原来呢？原来你不说谁知道啊？你爸要是一直盯着问，集团的会去还是不去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小军哥，我得先到我爸那边去开会，开完会再来找你学习啊。好啊。第一天上班，我也不给你施压了，你就熟悉熟悉环境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地盘吧。在业务上呢，我已经轻车熟路了，这里我也不陌生。沈总，您就别为我操心了。好，有什么不懂的，再问我。哦，对了，中午想吃什么呀？中午，现在这不刚早上吗？
说的也是啊。喂，我在公司想你呢。中午打算吃什么？吃什么倒无所谓了，这下楼看到什么就吃什么。那看见美女吃美女啊？这哪有美女啊？你们公司一共几个人呀？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？这是一家新公司，没有几个人。你等我下班再跟你说吧啊。中午都没有人陪我吃饭，你也不关心关心我。我也想关心你，我也想立马冲回公司跟你一起去吃午餐。但是你说这是一家新公司，也没有几个人，我也没有办法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啊，只能这个样子。对不起。可是我真的想你了。下班你早点回来。下班见。下班见。可可啊，是。现在的人啊，夫妇俩都出去工作，白天不能聚在一起，晚上有时候也没有办法一块吃饭。慢慢时间长了，可不就没话说吗？感情还不如同事呢，你说是吗？是。想好中午吃什么了吗？随便。随便。好。怎么这么多吃的呀？这不就是你点的随便吗？来吧，赶紧吃吧，多吃点啊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换了新公司了，老板真的不是女的？我怎么刚回来嘛你就问东问西的？啊，不是，你换了新公司，换了新单位了，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？我这不是刚做决定吗？是你说的隐婚不好。对，听妈妈的就对了啊。那我工作上的事吧，你就少操点心啊。我不操心，只要你不跟那个姓沈的女人来往，不操心。你还说？你怎么了？吃多了？啊，对我中午吃的多了一点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一个工作餐吃那么多干什么？工作餐？难道有人请你吃大餐？没有，我就是中午那么一高兴，所以我就吃了2份。注意点啊！你在你爸那不是待得好好的吗？来我公司干嘛呀？你的公司也是我爸的公司，我凭什么不能来啊？你来不是捣乱吗？我看你不也没事儿，总是找小军哥说话吗？我找他是谈公事儿，你找他干嘛了？我好了，葡萄，老爸很了解的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看上人家，跟人家拉关系啊？我跟小俊哥，我就是把他当哥哥，我给我干哥哥提供一份好的工作，而恰巧他又能帮到我老爸的公司，仅此而已。哦，你叫他干哥哥，真的就仅此而已吗？真的仅此而已。好。哎，好了，我听了一天无聊的项目会，闷死了，我也累了，先睡了。哎，我问你，这李小军与葡萄真的没有什么吗？应该没什么吧？你认识李小军有多长时间了？我能认识他有多长时间啊？不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知道他跟葡萄认识，才把他调过来的吗？你跟葡萄在我面前都说了他不少好话。我公司缺人，你知道的。
伟，你应该很清楚啊，我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项目的高级财务经理。我请他是为了葡萄。好了，我有点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哎，老王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不是你不是让我去问问可可她隐婚的事吗？我想这会儿可能刚吃完饭，我上去看看。哎呦，人家小两口上了一天班，那么辛苦，现在吃了晚饭，好甜甜蜜蜜的在一起，你去打扰人家干什么？我什么叫打扰啊？他们俩成天在一个公司，还没甜没够啊？哎呦，老王啊，我说你可真是老了，后知后觉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小俊呢已经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上班了，隐婚这事儿啊解决了。不在一公司了，那不是隐婚的问题就解决了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！我就说过，孩子的事儿他们自己知道怎么解决。不是，这事儿如果不是我努力的去劝说小俊，让小俊牺牲小我顾全大局，能这么快解决吗？啊？哦，哎呀，小俊这孩子真懂事儿，真是好姑爷啊！嘿，这顾全大局啊！嘿，哎呦。我就说这世道吧，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太不公平了啊！有的人呢忙里忙外操碎了心把事情解决了，还不一定落好；可是有的人吧，双手一背肚子一挺，哼，事儿就解决了，还以为是自己的功劳。大成，根据可靠消息，又有一家公司启动了游艇项目，他们项目的内容和我们非常相似。而且已经有投资者和他们联系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不能再等了吧？项目启动资金为什么没有下来？财务部说还需要一点时间。财务部？你跟财务部的人不是很熟吗？李小军去主任公司上班呢，你就不能盯这个项目了吗？你这个助理到底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去问。严经理，到我办公室来。唐总，李小俊报集团审批的项目启动资金，那500万什么时候到账？他之前是说要报的，但是后来又说不报了。他没有报，确实没报啊，我以为是程总您的指示呢。李小俊没有上报集团啊，他说这500万就算报到集团，也不会批下来的。我跟董事长打好招呼，这只是走个流程而已，他凭什么自说自话呢？是，不是程总，虽然我跟李小军在集团上报资金这块是各管各的，但是只要您跟我说，我也能上报这个资金。您看现在时间耽误了，这如果现在申请的话，需要多久的时间？按照公司的条条框框走一圈下来，它多久？至少2个月吧。接电话。对不起，不接电话忙什么呢？喂，陈总。哦。你这个总经理助理怎么干的？从你进公司第1天开始，我就交给你这个项目。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对公司对我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知道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啊。你知道？那你知不知道李小军没有上报启动资金？李小军没有上报，不可能啊！去问清楚，然后再回来告诉我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二位，这个项目可是我从出生到现在见过前景最好的一个项目了，而且这个项目投入越早，效益越好。你想想，如果原始股分红了，那是什么概念？而且啊，我们这个项目是一次投入，双层回报。也
就是说，在投资的8个月期限里边，你们还有高额的利息可以拿，年利率差不多30%哦。要不是看在你们这些年对我工作都挺照顾的份上，我怎么会把这么好的项目介绍给你们做呢？不过你们考虑是可以考虑的，但是时间紧迫，因为等会儿呢还有好几个投资商约着等我谈呢。吃饭去啊？我已经叫外卖了。多不健康啊！反正也不忙，你就跟我一块吃吧。咱们吃煎牛排。煎牛排？不用了吧？我现在手上有一些骑士公司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，您先去吃吧。喂，你好。好什么好？我问你。啊，好啊。说什么呢你？啊，我已经吃了。啊，那就先这个样子吧，经理啊，再见。喂，在那儿不方便接电话，出了公司还得隐晦，资金报批把我骗得团团转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谁呀？公司的一个同事。什么同事啊？就是一个同事而已。李小俊，我看你是撒谎成性了吧？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我撒什么谎了呀？你根本就没有去申请项目启动资金，你不光骗我，还骗陈总。你自己倒好，跑到新公司去，一点事儿都没有了，害得我被老板骂。原来就是资金这回事。你知不知道陈总说什么？如果资金批不下来，我随时走人。我就是怕你牵扯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才没有申请。就算我申请了，集团未必通得过呀。你又不是集团老总，你怎么能通不过？再说陈总已经跟集团打过招呼了，你这是在给谁拿主意啊？我当然替你在做主啊。你替我做主？我看你是在害我吧？今天袁经理才把项目申请给递上去，就算是批下来，最快也要2个月。你看你干什么好事儿？老婆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真的就希望你就是个旁观者。我是总经理助理，现在所有的事情必须经过我的手，你不懂啊？那也别牵扯到你不该承担的事情，强吧？小俊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儿。不是没事儿，怎么就成这样了？真没事，妈你就别问了，行不行？哦，小俊，是不是那个女的又来找你了？能别瞎想了吗？我俩就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意见不统一。我怎么可能呢？不是已经换了新公司，不在一家公司了吗？怎么会意见不统一啊？你都了解的这么清楚，那你还问我干嘛？不是你要跟我说的更清楚一些，我更了解，我不是就更了解了吗？小俊，那个你们公司那新老板是男的是女的呀？喂，齐董。有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已经在媒体上公开的表示，他们也有一个游艇项目，与你们非常相似。所以，齐董的意思是，时机最重要啊！你们的资金到位了没有？市场上出现竞争对手，证明这个项目是被看好的，利润丰厚，前景可观。我个人还是充满信心的。至于启动资金的事情，我还在跟集团努力争取，要请齐董多给我一点点时间。好，没问题。我看中的不仅是这个项目，更看重你这个人。谢谢齐董。如果这个项目不启动，投资方就不会跟投，我们前期所有的努力都打了水漂。投资方不会说不投就不投吧？李小俊被派到那家公司，不就是为了这个项目的合作吗？
如果对方看不到我们的进展，随时都有可能终止合作。有李小军又有什么用呢？现在又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开始发展类似的项目，专案公司有可能随时退出。如果这个项目不成功的话，谁要走人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我知道了。程总，这是申请的回时和批复的时间，已经报上去了。抓紧了，倒计时，知道吗？好，您放心。哎，最近老板找你的频率不低哦。那是，靠老板上位那王可可，不靠谱。为公司出力的关键时刻，开始是靠咱们。什么呀？他以为他跟老板没关系啊，就能指使了财务部了？就是。喂，董事长，我是程大成。我知道您在国外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是这样子，关于游艇项目启动资金的事情，我想请集团开一个绿灯，走一个特别通道。我想尽快拿到这500万。哎呀，你要的启动资金只能走正常程序。现在是年终，集团的现金流量是最紧张的时候，这事儿你是知道的。董事长，是这样子，如果按照集团的正常程序，这笔钱可能需要2个月的时间或者更久。但是现在我等不了那么久，因为还有其他的公司在发展类似的项目。如果拿不到这个启动资金的话，这个项目很有可能就黄了。我正在国外处理另一个项目，回去再说吧。喂，陈总，启动资金的事情我问了，现在整个集团的现金都非常紧张。能不能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？对不起。看见没有，那个王可可现在在程总那里，一点分量都没有。现在程总随时都会把他赶出来。这样的人留在公司有什么用啊？李伯伯，我才不信整个集团连500万都拿不出来呢。你要知道，这个项目如果做不成，也会影响到集团的业绩的。你放心，只要这个启动资金你们出了，后续资金我们自己解决。什么？现在整个集团资金流动都有问题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。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。你找我老板干什么呀？那还不都怪你！谁让你不跟我申请项目启动资金的事儿？现在陈总顶着好大的压力，眼看项目就要黄了。我想来求你们老板，能不能继续给我们骑士公司？我不是跟你说了这事儿，你能别参与了吗？你这样贸然来找他有什么用啊？你赶紧先回去吧，啊！那我怎么办啊？你先回去吧，这事儿我来处理。那你一定要帮我问啊！好，我帮你问。大成，其实我们还有机会的。对手方消息说，他们会在1个月内启动项目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有1个月的时间。本来我以为骑士公司是一个不错的平台，但没想到，现在反而受限于集团内的条条框框，做起事来绑手绑脚的。大成，其实现在整个集团的资金流动状况都有问题的，就算审批也需要2个月的时间，我们根本来不及。我知道你做事有你的原则，但是现在如果你还不让我帮你的话，这个项目就要被人抢先了。你不也是想要这个项目做成吗？相信我，凭我的资源，筹个500万应该没有问题的。就算再差好了，200、300万那是肯定可以的。大成，我知道你不想把我扯进你的计划，
但是你现在有困难，我没有办法坐视不理，你就让我帮帮你，我们尽快把这个项目启动，到时候你的计划就一定能成功。一点一点累积，一个一个要记住。将爱深藏在心里。明白了没有？为什么呀？那你老板呀，你这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上班又被陈总骂了？现在全公司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。我去你们公司找你老板，应不应该？老板不在，那我怎么问他呀？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你把他电话号码给我，我给他打电话。别闹了行吗？咱俩都是公司的小人物，那老板能跟你谈这个事情吗？这个项目前前后后他都是派你来接洽的，那就证明你老板特别的器重你，只要你跟他提，他一定不会拒绝你的。你就跟他说，这个项目已经沟通了这么久了，有竞争对手很正常啊，代表大家都对这个项目有很好的前景啊。都沟通了这么久了，就让他再等一等，千万不要着急投别的项目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知道啊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才从集团特批过来当助理的？这项目要是没了，我这饭碗也没了。我不是为了保住你的饭碗我才去的卓然公司吗？老公，为了我们公司的利益，求求你了，你去找你老板说好不好？好。沈总，我知道我是外调来卓然公司上班的，我也只是一个财务而已，我不应该跟你讨论项目的这样大事情。可是我们公司跟你们公司合作的这个项目，我们前期准备了那么久，你怎么突然就转投其他的公司了？转投其他公司？我怎么没听说？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电话要打，等我忙完我们再聊。好。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。老齐是什么意思？连小俊都来跟我说项目的事儿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小俊怎么会找我说这些？是为了程大成？不对，那是为了王可可。喂，老公，你跟他说了吗？现在老板他正在忙着呢。就说一句，耽误不了他多长时间。他现在在处理重要的事情，我怎么能随便打扰他呢？那你记得啊。反正我盯着点，只要他一有空，我就跟他讲，好吧？